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国庆长假结束了，这个在节前大家寄予厚望的什么金九银十国庆小长假，结果恐怕也要失望了这次楼市的金九银十，地产商、置业顾问、中介、各大媒体居然选择了集体沉默，出奇的安静。我这几天一直关注房地产的新闻，我想找一些关于这个各个大城市售楼处人头攒动，对吧？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这种大好的局面喜庆的局面，结果没找到，倒是找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不能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确实是对吧？因为个体的这个感受是有差异的，部分经营主体因为自身的原因对吧？多元化经营或者是高杠杆低估了风险等等，导致经营上遇到困难，这个不代表整体经济形势不好。放到房地产这儿也一样个别楼盘没有人去买，这个暗场非常冷淡，这个是因为跟那个项目有关不能因为个别项目不好卖就否定整个楼市企稳向好的这个局面，这个形势。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媒体都选择了沉默个别媒体还是卖力的想表现一下的。你比如说中国房地产报，它就刊登一篇文章的标题，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说大消息，72家房企业绩上涨，楼市金九表现亮眼。它这是10月8号发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它是帮倒忙呢？因为它这个标题写的是72家房企业绩上涨，看上去可以什么楼市金九表现亮眼，这个属于炒隔夜饭过了。你今天是这个国庆小长假，就长假的最后一天，你应该发国庆节，对吧？什么11长假楼市表现亮眼，他到现在还在夸9月份表现亮眼，11他就不提。所以这个很多人他就认为你是不是11没得说11楼市惨淡，对吧？你老说9月份多好多好，无非就是这不就衬托出这10月份更差吗？应该多报道一下11期间，对吧？各个地方这个楼市火热情况。还有不光是这个房地产报央视财经昨天报道，央视财经说北京楼市成交量显著回升，它标题写的说假期期间多个2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提升。他没有说成交，对吧？也没有说人头什么攒动，对吧？多少人去看房，他就说活跃度提升。确实想夸两句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央视把重点还是放在9月份9月份北京楼市成交量显著回升，新房、二手房晚签成交套数分别是3464套和15843套，环比8月增长10%和17%。然后这个说到这个广东深圳说的也是9月份。所以因为咱们要找11期间这个楼市报道，基本上没有，那我们只能认为这个11期间这个楼市恐怕不能用惨来形容因为石家庄的这个房产中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11假期最后一天秋雨，这个北方这个时候下一场雨就更加寒冷，一层秋雨一层凉。说石家庄楼市也是倍感秋凉，没有几个项目能完成当初定的11任务，全国的数据我看也是异常寒冷。难道大家都不愿意买房了吗？是不需要了，还是没钱了？还是房子的升值属性没有了，都不愿意买了？如果再这么持续下去，在这种大的趋势之下，楼市真的就啥？他后面不写了没了就没了。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房产专家他发的一个微博他说11广州楼市真实情况。他说的是一手房市场就是各大售楼处从广州某头部中介机构获得的统计显示，今年各大楼盘11完成销售任务计划50%左右就跟那个刚才这个石家庄那个中介说的差不多就11定的计划不错，但是只完成50%其中天河、海珠、增城等板块情况相对比较理想，大概完成了计划的70%左右，而番禺、这个黄埔和其他外围郊区完成度大概在40%左右，情况比较糟糕。由于这家中介机构在市场属于销售强人，如果他们进入的楼盘完成度平均只有50%，那他们没有进入的楼盘完成度肯定就更低。说所以今年11的楼市
很让业内失望。从销售绝对值看，今年11期间，多数楼盘8天销售额在20套以内，能上30套的情况已经算不错了。而去年同期单盘销售套数基本在50到100套之间。那你说跟去年这11一比，当然了，去年是因为那个9月底不出了个新政嘛，那正好11，对吧？卖得多，这也很正常。但是你这个今年太低呀，今年11的市场只有去年的1半不到。需要强调的是，去年11前，广州宣布了全面取消限购，外加降首付、降利息的史诗级利好。今年金九银十，至今什么政策都没有。这个专家他还说啊，他说11中期的时候啊，有媒体采访他，问他广州楼市如何，结果这个专家就说实话，他说很不 OK。就是很差，于是说媒体就不准备采访他了。然后他这个专家说啊，然后昨天和前天这2家媒体先后发布了这个11广州楼市火热的新闻。他说我当然能理解他们也只是在完成被布置的工作而已。这就是啊11这个楼市的一个状况。按理来说，但凡销售还不错的话，那媒体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一定会，对吧？长篇大论、长篇报道楼市火热。当然了，我们还要牢记人民日报说的啊，不要以经营个体的这个感受啊不好，对吧，而否认这个经济形势不好。不能因为个别项目、个别中介11这个业绩不好啊，而否认整个楼市，对吧，止跌企稳的这种趋势。这个世界银行啊，将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8%，这是好消息啊。就世界银行啊，经过他的研究啊，他公布了2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就是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8%，但是我们自己定的是5%啊，至少说明世界银行啊，它低估了咱们2025年这个经济增长，所以说它又上调到4.8%，这是个好消息啊。但是坏消息什么呢？坏消息就是犹如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以及新出口订单疲软等，明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预计为4.2%。这个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唱空中国经济的啊，这个是别有用心呐。也就是咱们自己的目标还没公布呢，他就说咱们啊4.2%，这个属于抢跑，也属于这个别有用心啊。网上流传一张图啊，说是未来5到10年房价走势预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也挺吓人啊。我们当然希望它是走这个上面这个走势啊，2035年创新高，14.5规划中国计划建成5大城市群。大家看一看自己在不在这5大城市群里面啊，就是10年以后啊，房价还创新高。按它这个走势啊，2025年就是楼市的冰点，就是最低了啊，要上车就是现在了啊，也就是最后3个月不到时间。26年就反弹了，28年那就一路向上啊，5年以后啊，就是2030年创新高，就是突破这个2021年的新高。那下面这个图呢，那显然太吓人了。我看最终要回到这个房改之前呢，这个叫一泻千里，这个房价是崩盘走势。实际上我认为啊，虽然我们希望它是按上面这个走势，但我估计是个美好的愿望。按下面这个走势呢，就崩盘走势，我觉得也不至于啊，就是它要回到1998年，比那还要低，那是房改之前呢。所以我倒是觉得应该是介于这2种情况之间的一种情况。那最终是跌到哪儿？稳住，这个我觉得我不太好说是跌到哪一年，什么房价具体是多少，这个都不太好说啊。我们只能说啊，这个参考收入，假设我们的收入不再下降，对吧？我们的收入是稳住的，就是韭菜的收入啊，这是前提啊。那我觉得再跌个20%，差不多也就跌不动了，就是均价啊。但是有的地方恐怕跌得多，因为它泡沫大。你比如学区房腰斩也有可能，它本身泡沫就大，对吧？有的地方房子它已经没什么好跌的了。或者用另外一个数字啊，就不要说这个收入，你用这个房租租售比，对吧？如果租售比达到2，恐怕也就稳住了。你看银行那个咱们3年期的这个存款利息才1.5%嘛，对吧？如果租售比这个要高一些，那恐怕就能稳住。那现在看还早啊，现在关键是你房价在下跌，你租金也在下跌，它不是租金在涨。那租金下跌本质上还是韭菜牛马支付能力有限，因为韭菜牛马他的工资在降。就或者他找个好工作不容易，那你租金当然上不去啊，所以这个还是环环相扣的啊，最终还是跟牛马的收入工资关系比较大。这个我对北京的市场相对比较了解一些，我的印象中啊，北京那个平均房价超过1万块，好像就在2006年、07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啊，北京的房价从这个以通州为例啊，通州刚开始的房子就
3000一平米，3000涨到5000，涨到6000，反正还花了好长时间。然后从6000到1万，好像很快，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到1万了。然后又等了几年，大概就2007年，就那个前后啊，然后到2010年前后。那房价突然又涨了一波，那个时候通州的房价就涨到1万多了，后来就一直在飙升了，就感觉是按不住。我看那个均价至少涨到5万以上，就涨到2017年涨到5万，应该有这个数。后来就戛然而止，就2017年开始掉头向下。现在从2017年最高点应该跌了50%是有的，就是通州的房价啊，它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通州的房价估计均价就在2万5，不会超过3万的2万5。所以说你如果在2万5基础上再跌20%，对吧？跌到2万。差不多就到底了，它再跌也够呛，它从最高点下来已经腰斩了，在这基础上再跌20%，但是前提是收入不能降啊，如果收入降，那它还得往下降。有很多人就说了，那统计局公布的北京的那个人均收入，对吧？可支配收入都在涨的，那是在涨，那是因为很多人走了，对吧？越来越多的人在那混不下去就走了。你要人口在流出的话，那你的房价更涨不了。我们再说说这个好消息啊，好消息也有啊。不能全是坏消息。我看有人统计了说今年1到9月，也就是前3个季度，全国11个重点城市总价1000万以上的商品住宅共成交27372套，比2024年同期增长15.6%。怎么样？这是不是好消息？说明有钱人还是多了，而且有钱人愿意买房。1000万以上的房子比2024年多卖了16%。科尔卫研究机构统计说，这其中总价5000万以上成交853套，5000万以上的房子比去年成交增加了27%。这个你换算一下就是全国每天至少有3个有钱人拿着5000万真金白银去买房，每天有3个有钱人呢，一套房子就是5000万呢。所以这也是好消息，对吧？这有钱人买房子多了，所以这个人民日报说的没错你不能依这个个别经营户感觉不好，对吧？来否定整个的形势这不照样有这么有钱人买房吗？现在不买房呢是韭菜，是牛马。那么这个楼市低迷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今天有媒体报道香港说香港银行业正面临房地产市场低迷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房地产低迷给银行业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压力体现在哪儿呢？说当前不良贷款总额已攀升至250亿美元，占银行总贷款的2%，创下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已导致部分开发商陷入困境。例如，新世界发展公司连续第2年亏损，2025年财年亏损额达到163亿港元，约21亿美元。这个英皇，对吧？也是因为房地产开发陷入巨亏。据说英皇旗下的这些艺人，对吧，都出来开演唱会赚钱呢，东家不行了，对吧？只得自己想办法，树倒猢狲散呢。你说英皇本来你说你做这个，对吧？娱乐钱也不少赚，非要搞房地产，陷入困境不能自拔在此背景下，香港金管局已采取非正式干预措施，要求银行对陷入困境的借款人采取同情立场，并在新世界发展的再融资谈判中向银行了解进展，就类似于咱们内地搞这个叫白名单硬贷金贷，就这个意思也就是给这些陷入困境的房企伸出友谊之手，对吧？救援之手。说同时，银行也在积极处置风险资产，汇丰银行罕见直接介入，推动其子公司恒生银行出售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组合，而施罗德旗下的2处物业投资资产也已被银行债权人接管。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楼市低迷导致香港这个银行业非常紧张，带来巨大压力。那怎么咱们的这个银行、工农中交建，还有那么多城市城商行、股份制银行，一个个的好像不受影响呢？胜似闲庭信步，对吧？你看那么多房企爆雷恒大、碧桂园、融创、万科，对吧？也是岌岌可危。居然咱们的这个银行一点问题没有，稳如泰山呢？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报喜不报忧呢，还是真的是咱们这个经营水平要高一些防火墙做得好，隔离得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曾经火爆一时的海景房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我看有网友有博主发了一个山东什么乳山银滩的这个海景房，最火的时候是1万一平米，现在跌到2000，无人问津海底房彻底凉，房子比人多。大家看视频上万人离开，留下大量海景房闲置荒废海景房低至几万一套，依旧是无人问津。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马上
这里将变成一座空城呀！冬天这些小区都没有供暖，整个从东到西20公里的海岸线有200多个小区，供暖的目前也就3到5个小区。咱看一下，再往东边去呢，就属于是山东外市大学那里，那边的房子都是高楼电梯房，近几年开发的，房价还不低，最高时候达到1万，现在也就4000。而眼前这些布梯房呢，都是20年前乃至10年前开发的，这些房子大多数都卖给了内地人，没有见过大海，或者是东北人，移居到山东乳山银滩来居住。咱看一下，我这个房子下面呢，就是5层的楼梯房，晚上亮灯率也非常低，那一个楼下也就停1到2辆车，一栋楼30套房子，也就亮1-2盏的灯，入住率可以说只有5%左右。而且现在是10月份，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有上万人，海景房呢很多都闲置了，甚至整年都没有人住，都是当年投资客买的。像我知道的山西阳泉很多人都买了，还有像郑州的街头呀、石家庄街头、武汉街头、西安的街头都有很多人坐着大巴车免费看房3天2晚，吃住全包，到乳山银滩这边来玩，顺带看了海景房，顺带呢在销售的助攻之下、话术之下就买了这里的房子。当年买的很多人都是8000，像海洋国际那个楼盘，我知道有个朋友在那儿买，现在二手房也就3000左右。整个乳山银滩的均价也在2000上下，像这种没有电梯的楼梯房，基本上就是10几万一套。那最便宜的属于这种顶楼、阁楼，有些是带露台，一般是5层、6层或者7层顶楼的布梯房，有的带露台，有的带阁楼。这种的话，市场价也就5万到6万左右一套房。虽然说房子非常便宜，但是买的人很少。整个山东半岛转一圈全都是海景房，包括什么丁字湾的海景房呀，还有海洋碧桂园十里金滩的海景房，还有乳山银滩的海景房。再往东边继续绕着海岸线走10几公里，有南海新区海景房，接着走就到了荣城，山东半岛最东端，也是海滨小城。往北边去也有像龙口的海景房，都是沿着山东半岛北岸修建的，海景房太多了。再往南边，你像深圳附近惠州大亚湾的海景房，还有广西北海海景房、广东湛江防城港海景房，数不胜数。所以说开发了200多个小区20年前入住率很低，20年后入住率仍然很低，房子比人还多，真是挂出去，有些房子1-2年都依旧无人问津，房价一降再降。好多房子我看基本上也没有封窗，墙漆也都脱块掉落了，属于那种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就是在这边大多数房子都卖出去了，但是入住的非常少。咱看一下这一片的小区，很多连空调外机都没有挂，入住率是非常低的。沿着长江路整个海岸线21.7公里。再说说在这里的出行，基本上有个车或者有个电动车会很方便，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坐公交车的话，等的时间就比较长。底下现在有一辆公交车，还有扫码的电动车，但是非常非常的少。我这2条街我是没看，我这里还属于是乳山的银滩核心区域，没有看到有共享单车，但是有的小区就有，所以说基本上要有车。到医院呢，现在乳山有一个乳山市人民医院，在银滩这边修建了滨海新区医院。孩子上学呢，最近的学校要到海洋所镇了，距离这里大概6公里左右，开车10几分钟。教育呢，肯定是跟1线城市没法比的，包括一些省会城市都没法比，因为银滩呢，它毕竟是属于乳山，乳山本来就属于是县级市，它属于威海管辖，距离威海还有90公里，也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铁。这里到山东即墨的话还有130公里，主要呢是供过于求，所以海景房、二手房市场不好卖。像很多中介低价收房，在银滩就出现了几万块钱收一套房子，然后中介花个1-2万包装一下对外卖这种情况。因为卖相不好的话，确实很多人也看不上。这种二手房呢，算是包装房、化妆房是一个出路，但是仍然买房的人很少。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租房特别便宜。在这里租房1年只需要3000块就能租到60到80平米3室2厅的房子，或者2室1厅的房子。因为很多人呢冬天都不过来住，冬天房东也租不出去，如果整年租的话也就3000左右1年。看一下，我们住的这个是有宽带有电视什么都有，这1年才4000块钱，12个月。但是没有暖气，冬天的话基本上取暖呢就要靠空调了，在这边空调。然后卫生间呀、厨房都是有30平米。当然我这个是电梯高层，如果是周边前面那些海景房、不梯房的话，能租一个面积更大的，也是有宽带啥的。总体来说呢，租房很便宜，所以二手房、海景房呢其实也不好卖。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买了房子物业费5毛钱，像这一片的小区物业费基本上5毛钱，1年得1、2千的物业费，1、2千的话能差不多租个半年了，所以没必要买房。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话是这样的。在乳山银滩这里最不缺的呢就是房子，最不缺的就是海景房。这里的房子大部分都卖给了外地人，而且入住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那在这边租房基本上也是白菜价，几万块钱一套房确实也有，而且还蛮多的。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吧，依旧是无人问津，还是房子多人少呀。看一下这房子遍地都是，晚上的亮灯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的。他这样的一间房啊，对吧？租1年3000，合着1天80块钱，这么一算也不算便宜啊，80嘛，80不算便宜啊，我觉得还可以再跌一跌啊。实际上这个山东啊，沿海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记得威海也是啊。这个为什么我记得威海呢？因为当年这个他们最火的时候啊，一到周五下午，就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八王坟呐，就是那个华贸那儿，有大量的这个看房班车啊，拉你上车，这个到威海应该是2晚1天，就是周五下班，对吧？你坐上那车直接开到威海，然后第二天去看房，晚上再住一晚，第二天到周日啊，他再把你送回来。这样的看房班车特别多，免费的，有很多北京人啊，就是那个时候去买的。我记得，但是一套房我没去看啊，但是我看过宣传介绍，一套房子大概40-50万吧，40万，其实也你说贵吧也不贵，确实是1万1平米嘛，大概40-50平。然后就是你买了之后啊，你可以出租，你可以交给这个物业，当时设计的啊，就是你物业帮你租，然后你每个月你每年可以住多长时间，免费住，或者你也不租也行，自己留着。现在你看啊，可以说成了鬼城了，房子比人多，租1年3000块，还有降价的余地。这房子时间长了，很多恐怕要拆掉啊，但是拆也不好拆，对不对？很多房子买了之后就没有管了啊。我可以说啊，很多人就是奔着投资去的，买了一套，有的甚至买2、3套，一出手啊，买完之后一看不行，势头不好，他就止损。怎么止损呢？卖也卖不掉，所以他干脆他也不装修，就扔在那儿。爱咋地咋地，对吧？以后再说了。所以他的很多房子都没装修，不能住人，是里面是毛坯，能住人的是少数。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他这个地方离那个当地的这个中心啊，比如县城或者当地最大的一个镇，还有至少10几20公里，一般的都这样。当地人是不住在海边的，因为海边不适合长期住啊。当地人住的都离海有一定的距离，只有这些啊没见过大海的，天天想着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喂马劈柴，被人骗了，对吧？真正的海边的那些人，渔民或者是海边的那农民啊，祖祖辈辈住海边的，他都是离海有一段距离，或者是住海那个海旁边有山啊，他住到山那边去，山的背面啊，不靠着海。他这个房子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只买一套的话，投资额不大，反正就是40万或者50万，能扛得住。大家想想是不是啊？还没看见谁因为买了这个海景房价格跌了然后跳楼，对吧？还是少，因为它扛得住啊。你不像北京上海买套房600万跌个20%，120万没了，肉疼啊。跌个50%，300万没了。你这房子跌个80%，它还有这个10几万的残值在。现在人连住宅都不想买了，都租了，何况这种，对吧？海景房。刚才说了啊，这种房子投资啊，不至于把你一下就跌入谷底，打进深渊，但是你要在北上广这些地方稍有不慎，那是有可能啊，万劫不复啊。今天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深圳啊，有个小伙在20年12月份，就是深圳楼市叫烈火喷油啊，价格最高的时候，他买了沙井的网红盘，叫柏林尊锐，当时是深圳最高价买的。说这个小伙子以一己之力啊，拉高了沙井的房价，达到了历史天价8万多一平。他当时就是花8万多一平买的，他买的就是最高价。
他就是那个站在山顶的那个小伙子，当时花了736万买的，首付是500多万，在这中间啊，他还贷出了300多万经营贷，就他一边还这个房子的按揭贷款，不是贷了236万吗？首付是500万，就这样他就不甘寂寞啊，中间还贷了300多万的经营贷来炒股，因为当时房价在跌嘛，所以他想通过股市上涨来弥补这个房价下跌，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楼市和股市是跷跷板关系啊，对吧？楼市不行了，那股市就要起来，所以我这楼市挨了一棍子，那得在股市找补回来，所以他贷款了300多万。炒股，但据说啊，经过他一番努力，成功的啊，亏了99%，所以说炒股最后剩的本金只有20万，也不知道他怎么亏的啊。说这个小伙子打开炒股软件显示就是亏了99%，那就是很简单，加了杠杆啊，对吧？融资啊，现在他的房子只能卖370万，也就是正好跌了一半，50%。问题是，他这么多年，对吧？5年时间，供楼基本上还的都是利息啊，这几十万。那这么算下来的话，他至少赔了430万，对吧？房价跌了一半嘛，然后他5年的利息还这个按揭的利息啊，首付500万亏的差不多，但是经营贷贷出来300万，基本上亏完了，也就是这么一亏，相当于他亏了800-900万，800-900万呢。这个小伙子最后说啊，这笔钱是他父母几十年的所有的积蓄，就是他这个首付500万不是他的，是他父母的，帮他买的啊，再加上他工作20年积蓄加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啊，以一己之力把3代的积累的这个财富啊、家底啊，亏得一干二净。亏1000万，对那些买5000万的房子来说也是小意思，只是下了一场雪，对吧？或者是时代的一粒尘埃。但是搁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已经翻不了身了。所以相比较那些买了这个银滩，对吧？海景房的，这还是幸运的，对吧？这点亏损算什么？完全能扛得住。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